呢次我哋山西自駕遊玩咗成2個幾禮拜，一路揸到去湖南湘西。琴日玩完芙蓉鎮，咁而家就順住包茂高速預備返深圳。咁啊，其中我哋會經過矮寨大橋，呢條矮寨大橋有4個中國第一。咁啊，1個鐘頭車程，我哋兜去睇下先。呢條就矮寨大橋啊，離地面最高個橋啊！我哋走入去景區大堂，呢度有電梯，可以一路落到橋梁嘅中間睇。呢一座橫跨德坑大峽谷嘅鋼鐵巨龍，跨度係1176米，世界第一。橋面係雙向4車道，公路橋下面呢就有行人路，可以行去山谷嘅對面嘅。中間呢就有笨豬跳嘅平台，可以喺度玩笨豬跳啊！橋面距離谷底垂直高度係355米，差唔多100層樓啊！呢個係世界第一。喺矮寨大橋下邊就係原本嘅矮寨公路。以前行矮寨公路呢要30分鐘，而家揸車行矮寨大橋只需要1分鐘。重新去行一次矮寨公路，係一次歷史同地理嘅通識課。湘西地區以前不通公路，喺1935年抗日戰爭初期，為咗打通西南方同埋外界嘅聯繫，決定起呢個雙川公路。去到矮寨呢度工程艱巨。2000幾個民工奮戰咗7個月，結果犧牲咗248人，200個人傷殘。終於喺1936年9月完工。為咗紀念死難者，路邊就起咗個開路先鋒嘅銅像，同埋雙川公路死難員工紀念碑。呢條公路而家雖然經過重修，加咗護欄，擴闊咗彎道，但係急彎多，坡度大，都係要小心揸車啊！由矮寨大橋去邊城唔係好遠嘅啫，揸車45分鐘就到啦。茶洞古鎮就喺清水江邊，我哋入咗鎮之後嚟飲翻杯咖啡，唞一唞先。前面就係清水江，對面嘅小島叫做翠翠島。沿住茶洞嘅古街，我哋去揾沈從文嘅故居。沈從文後生嘅時候呢，就當過兵，係中國現代文學嘅巨匠。佢嘅作品《邊城》係高中語文教材嘅經典篇目，所以喺國內係廣為人知嘅。呢度係湘西苗族同埋土家族嘅聚居地，吊腳樓、石板老街都同鳳凰古城、芙蓉鎮差唔多，但呢度呢就多咗一份寧靜。前面就係近1000年歷史嘅拉拉道啦。呢度係渝、湘、黔邊民往來嘅重要通道。邊城小說裏邊嘅翠翠同埋佢爺爺就係靠拉拉道為生嘅。
而家喺湖南，我哋去重慶，對面重慶，而家去重慶。所謂拉拉渡，就係呢啲渡船呢，就唔靠爬槳或者撐篙，就喺兩岸拉上條鐵索。啲船呢，就用鐵環穿喺鐵索裏邊，就全靠一條帶住個凹口嘅木棍呢，揾手拉船過江，單程係2蚊，2分鐘就由湖南坐船去咗重慶啦。呢一座係文革時期留低嘅宣傳塔，上面仍然保留住偉大領袖毛澤東嘅照片，係現存不多嘅文革時代嘅文物啦。喺渡口行上去就見到雄安邊城，呢邊已經屬於重慶管轄。咁呢個小鎮嘅飲食最大特色呢，就係你又可以食重慶火鍋，亦都有貴州酸湯魚，仲有湖南嘅辣椒炒肉。沿住清水江行10幾分鐘就可以去到三省界碑。不過我哋呢就揀坐船去遊三省，遊船可以直接泊到去三省交界嘅淺灘。呢度就係一腳踏三省嘅標誌啦。呢一橛呢，我背後呢個貴州，橋嘅嗰邊呢就係重慶，望返嚟呢一邊呢就係湖南啦，咁啊一腳踏三省，一腳。呢個地方一路都係叫做雞鳴三省之地，即係話雞啼呢，就3個省都聽到啦。